不少人会用心打理别人看得到的地方，像是发型、穿着、妆容，就是要让自己看起来更好看。但你有想过你的脚年龄吗？MIT 台湾健康机能纺织品牌 Snug 与专业皮肤科医师赵昭明首度发表脚年龄观念。第一个就是皮肤啊，它本身没有受很好的保养之外，造成脚的摩擦，还有它的一个增生，还有脚的一些感染，造成的皮肤的一个老化现象。那这老化会造成皮肤产生粗糙、暗沉、脱皮、脱屑，甚至呢皮肤的稳定度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。那脚本身呢，它老化之后呢，皮肤的这个色泽会变得很暗沉，而且皮肤纹理会变得不清楚，甚至皮肤的这个胶原蛋白也会流失。所以说呢，假使没有一个好的一个支撑保养的一个作用，那实际上会造成脚的老化的速度会变快。所以一个适合自己的袜子，可以使皮肤达到很好的保护的作用，而且呢，适合的袜子使脚的摩擦减少，而且呢，不会使皮肤造成接触性的皮肤炎，都可以使得脚的保养达到很好的一个保护的功效。在20位受测者当中，平均脚年龄比实际年龄老20岁。其中一位女性上班族没有天天穿棉袜的习惯，袜子更是松了或破损才汰换。不但有粗糙、脱皮、暗沉、脚臭及灰指甲等问题，脚年龄更高达60岁以上。因此，让足部减龄、给足呵护就相当的重要。因为脚是离我们身体最远的，我们常常有时候洗澡的时候时间比较赶，我们就忽略了脚部的清洁，所以像指缝啦或者是指甲缝，我们都没有办法就是特别把它洗干净。我们这个除臭袜，我们是在原料上，我们是用物理除臭的，我们没有任何的抗菌剂或是抗菌药水，我们这个是，所以我们才可以做到永久除臭，然后就是它可以10秒内把人体流出来的汗味完全的给分解掉。年轻人可能比较不喜欢穿袜子，但是像接下来已经冬天了嘛，然后就是空气比较干燥，如果不穿袜子的话，脚就容易龟裂，然后就容易就是会有那个角质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就会建议说，像日本，他连睡觉的时候，他们都穿着袜子在睡觉，因为他们就知道脚的那个保暖，它对人体是非常有帮助，会非常健康的。想要检测自己的脚年龄吗？业者推出脚年龄检测服务，不仅可以了解最适合的足部保养建议，此外，搭配14周年庆更推出优惠活动以及满额礼。不要轻忽脚部保养，让脚年龄泄露你的坏习惯。就趁着这波优惠，把家中的袜子汰旧换新吧。